千年127節人用人講到，係講有恐怖嘅風湧嚟到呢個生活，有各樣各樣嘅傷害，有提照攞從風湧嚟到呢個生活，係講有各樣各樣嘅為難，各樣各樣嘅擔心嚟到呢個生活。我相信這個人類思想會要tìm到呢幾樣嘅嚴峻嘅，各樣各樣嘅痛苦，各樣各樣嘅睇風險，各樣各樣嘅煩惱，為了睇風險，要睇照落塵風湧嚟到呢個生活，自己係乜做呢？嗱，我要嘅經節講兄弟姊妹啲，呢個詩篇34條4節咁樣講到，呢個詩篇嘅經驗，我就嚟簽上帝，上帝答應我。佢講嘅脱脫一切我嘅白色，脱脫我一切嘅痛苦，嗱係要痛苦要白色要睇風險嚟到這個生活，這個車嚟簽上帝，但係嗱因為佢錢咧你做佢能夠大家通才，能夠脱脫一切嘅痛苦，一切嘅煩惱，一切嘅睇風險，佢能夠大家通才，但是加去心理。詩篇34條6節咁樣講到，係講人被欺負到，係咪欺負呢？當然講個問題嘅咯。痛苦咯，煩惱欺負落自家，係講自家寫上帝啊，上帝要聽自家嘅講，你只不過講只叫自家從自家一切嘅白質，即係讓人自家要謙卑嘅心嚟到上帝嘅面前嚟求一個恩典，佢能夠嘅一個通才，帶自家心理，帶自家特性，因為到佢能夠脱離一切嘅痛苦，因為要佢本自家新嘅力量，要上帝嘅力量嚟搬充滿到自家心中，自家能擔能開一切嘅痛苦，一切嘅煩惱，自家能夠對付佢，但係呢，要上帝先能夠做嚟祝福自家，嚟勸帶自家，自家能擔能過，一天自家得到勝利，主祝福大家，阿門。